認知症如何預防與治療？除咗藥物嘅干預之外，認知訓練都係防治過程中嘅關鍵一環。祈福護老公寓聯合祈福醫院神經內科，積極開展認知障礙評估，從多維度綜合考量，結合個人背景同身心狀況，制定個性化訓練方案，並持續監測調整。喺認知訓練上，我哋將訓練巧妙融入遊戲中，通過圖形輔助記憶、數字複述等方法，令長者喺舒適愉悅嘅氛圍裡面，強化對細節與內容嘅記憶，延緩記憶力嘅進一步下降。喺注意力訓練方面，我哋通過動態反應訓練、多任務協調訓練、聽覺追蹤訓練等，以趣味遊戲嘅競爭形式，提升長者嘅專注力同注意力嘅分配。針對視空間障礙訓練，我哋通過迷宮遊戲、物體定向訓練，提升長者嘅空間感知能力同思維邏輯能力。為更好促進長者嘅手腦協調發展，我哋帶領長者通過手工進行精細化動作訓練，鍛鍊手指嘅靈活度，提升手腦協調能力，同時喺手工製作中調節情緒，收穫成就感與滿足感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為長者開展針對言語、執行力同計算力等方面嘅能力訓練課程，全方面提升佢哋嘅認知功能，並積極引導認知症長者行出房間，共同參與豐富多彩嘅文娛活動，令佢哋融入群體，通過社交互動保持大腦活力。當記憶逐漸褪色，我哋選擇用溫暖嘅陪伴與專業嘅訓練，為長者重塑生活能力，延緩認知衰退，點亮生活嘅希望之光。